Hello，大家好，我係藍藍。而家聽緊嘅你，有冇諗過咩為之陪伴？有冇投訴過伴侶，或者被投訴過冇陪對方啊？或者陪得唔夠啊？明明都喺對方面前噶啦，對方都仲係覺得你唔係陪緊對方啦。如果有講中你，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亦都記得聽到最後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呢，就係黃士君哈克嘅陪伴心理學。呢位作者呢，係一個心理學家同作者，擅長於潛意識、解夢、生涯輔導等等。佢嘅作品除咗陪伴心理學，仲有做自己還是做罐頭，讓愛成為一種能力，陪一顆心長大，你的夢，你的力量，生命的神秘配方，爸爸的鬼點子，一字一句靠近潛意識，翻過來看世界。喺睇呢本書嘅時候呢，帶俾我好多嘅提醒同埋反思啊！提醒咗我呢，陪伴唔只係對別人啦，仲包括對招職仔啦、我原生家庭嘅成員啦、各位嘅朋友啦，最重要嘅就係陪伴自己啊！亦都可以讓我反思返呢，我係咪用咗足夠嘅時間同埋耐性？仲有好重要嘅係有冇用合適嘅方式去陪伴呢？而回應返一開頭嘅問題啦，陪伴嘅意思係啲咩呢？唔係你個軀殼在場，而係情感上係理解同埋關心啊！睇呢本書呢，最深刻嘅就係執着呢兩隻字啦。從小呢，就成日都俾人話好執着啊！我成日呢都有個疑問，就係點樣先為之執着呢？點樣先至可以唔執着呢？推薦序就話啦，唔需要努力去唔執着，而係選擇執着。我即刻通咗。其實每個人呢都有執着嘅位，只係大家執着嘅位置唔同啫。同時間亦都提醒咗我呢，執着係冇問題嘅，只係唔需要對每件事都執着。作者形容呢，每個人都有兩埲牆嘅，一埲呢叫做外牆，另外一度呢就叫內牆。前者外牆呢係用嚟保護自己嘅，為自己帶嚟安全感嘅，呈現於人面前嘅。後者內牆呢就係真正嘅自己啦，有脆弱嘅，要越過呢兩道牆呢，就要有陪伴嘅品質啦，加溫柔同埋柔軟帶嚟嘅安心啦。要先駐足，要安靜又好奇嘅等待啦。書入邊呢亦都教咗一個小技巧啦。通常問人哋呢，最近點啊，係咪多數都係冇啊，都係咁咯。個話題呢就已經終結咗、完結咗，好尷尬。咁其實呢都可以問下，例如啦，琴日收工之後去咗邊啊？今日午餐係咩呢？可以問得深入啲啦，縮窄啲個範圍啦。作者話啦，高牆外表看似武裝，看似阻擋，我卻很底層的相信，那高高的牆裏面啊，總是藏着一顆柔軟的心。佢亦都呢有提到啦，佢學妹講嘅適時的伸出手接納，適時的推出手賦能，適時的放開手祝福。點解會有兩道牆去武裝呢？去防護呢？我哋諗下，細個嘅時候總係真情流露噶，每次唔開心會喊啦，會生氣啦，但係結果係點啊？就係俾人鬧啦，俾人罰啦。於是呢，我哋嘅情感就好似俾人急凍咗咁樣，雪藏一樣去封閉自己啦。但係即使心理學家啊、社工啊，都唔係100% 可以幫到我哋嘅喎，仲要靠生命中嘅其他資源啦。而且每個人嘅療愈方式呢，都係唔同嘅。有啲人可能露營就會覺得啊放鬆晒啊，有啲人會鍾意去旅行啦、按摩啊、種植啊。That's why 社工同埋精神科醫生呢，都會成日問啲 case，你鍾意做啲咩㗎？咁樣陪伴最重要嘅就係兩隻字，就係參與 joy 啦。好似砌 puzzle 咁樣，我見過封閉嘅佢，呢度一塊 puzzle 啦，熱烈嘅佢一塊 puzzle 啦，無法支撐情緒但係能夠支撐生活嘅過程嘅佢有一塊 puzzle 啦，慢慢砌下砌下，一幅 puzzle 就係咁樣出咗嚟啦。呢本書呢係好合適每一個人去睇，然後再反思返自己。相信睇完呢本書之後呢，
自省能力呢都會有所提升啦。今日呢就分享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鍾意呢條 podcast， 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更加多人睇啦。我製作每一條片呢都係好用心機同埋時間，所以如果大家呢想支持下我，歡迎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呢請我飲杯咖啡啊！祝福有聽我 podcast 嘅每一位都能夠揾到合適自己嘅療癒方式。如果你有啲咩書想我分享，可以喺 comment section 嗰度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我哋下週5繼續一齊進步啊！拜拜。